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“听某喙大富贵”，这个意思是听某的话对大富大贵。在日常生活中，适时尊重太太意见，会使避免阿某冤家，家庭会好好，家好自然就万事兴。杜巴有一个60岁查某人，在过年的期间听某的话，经这个马或是狗的呱呱乐，结果得到100万。依照这个星座专家研究，上听某的话星座，头一个是狮子座。狮子座查某人在外口真强势，严过某的命令拢唔敢违背。被认为是因得惊某，实际上是胜某爱某。狮子座查某人真注重家庭，某的要求会尽力去完成，唔惊别人讲因是惊某，甘愿付出无怨言。双鱼座查某人知影讲要怎听某，和家庭和好。今日讲的俗语是听某喙大富贵。